太不顺了啊！不太紧，这个是这等人啊，等时间。你在吹口哨吗？不是。也不好。啊？Every 吗？然后呢 Hello，皮皮。恶劣，我告诉你，不好还特别细，看烂就不生了。我拿这个好不好？嗯。我可以去帮你。你我带出后边。这主要是10块钱看了。哪里啊？对。边呀。这个后边有个地后边的。这个。就这样，这个。哎，不闹呀？有声了吼。有啊有啊有声。OK，其实我无需要声。
我面那遐乌，嘛是乌，你后壁较光啊，后壁伤嗯，嘛是乌，我的乌，哎，你若活去你的倒手边吼，可能会较光啊。倒手边啊，你诶是，我讲毋是你的人啊，你的人，你的人，你的人啊。哦，不要紧啦，拢 OK 啦。嗯，哎呦7:03啊，冰冰在吗？主信在吗？在，嗯，好，咱一个人来读50，我先来读啦吼。做基督耶稣的救犯保罗，甲兄弟提摩太，配寄互阮所听当着麻的腓利门，甲姊妹阿菲亚，以及甲我同做兵的阿基布，甲聚会伫你的家的教会，愿恁对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恩典平安。我常常感谢我的上帝，伫我祈祷的中间少年你，因为听见你的仁爱，甲你所有的信，就是主耶稣甲显出伫正圣道的。好，接续请周牧师来读6甲10。愿你的批的三通有功效，通心足无快。当凊彩，我这电脑叫做无快，心这个心知你中间万项的好来归伫基督。兄弟啊，我为着你的仁爱大欢喜、大安慰，因为圣徒的心对你着安息。所以我虽然伫基督有通好胆，将所合宜的行，甲你吩咐你，独因为小疼的缘故，宁可求你，我就是年老的保罗，现今也为着基督耶稣来受关监。我为着我的囝，就是我伫挂铁链的时所生的阿里瑟母，来求你。好，在这开始，请文华兄。以前无利益你，现今就做你我的利益。我有找伊，搁倒去你遐，这人就是我的心腹。我本爱留伊甲我大，通什么徛？通伫我，通伫我为着福音挂铁链的时，替你服侍我。总是毋知你的意思，我就袂爱做啥物，
是伊互你会好，毋是出自你勉强，是出自甘愿。因为伊暂时离开你，检菜是伫你，会互你通永远得到伊。26节到20，请建议兄。毋是游玩做奴仆，是赢过奴仆，就是做所疼的兄弟。我实在看伊做安尼，何况伊是你家内的人，佫是属于主的，徛无佫较疼伊吗？所以你就掠我做谈判，就接纳伊，亲像接纳我。伊就有去开你，也是欠你啥物，毋通算我的数。通算我的我保罗手写，我要坐遐，免我甲你讲，你听讲互你，免我甲你讲，你所欠我的是你本身的性命。是啦，兄弟啊，互我伫主对恁着欢喜，互我的心伫耶稣得到安息。好，多谢。主信在吗？平平在吗？21节，请你牧师娘读到25节。我已经深信你的顺探，就写批互你，因为知你所要行的会过头伫我所讲的，搁也着避办所伫互我带，因为我要望对恁的祈祷，上帝要将我赏赐恁。伊巴佛就是伫基督耶稣甲我做同关家的，请安利。甲我三甲着无马克、阿里达古、迪马、罗加也请安利。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神三甲伫地。免。好，这是迄个台语的啦吼。咱中文的，请文华社来读第1节到第5节，好无？Hello。的缘故成为囚犯，我和提摩太弟兄写信给你，我们亲爱的同工腓利门，而在你家里聚会的教会，也给亚非亚姐妹以及跟我们一起服役的雅基布。愿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基督是恩典平安给你们，腓利门弟兄。我每次祷告时都提到你，常常为你感谢我的上帝，因为我听到你对所有的信徒都有爱心，对主耶稣有信心。好，多谢。来，建议社啊，于丽杰，那个求上帝使我们能够借着在同一信仰里的团契，更深刻地体会到与基督连结而有的一切好处。亲爱的弟兄啊，你的爱心给了我极大的喜乐和鼓励，所有的信徒也因你而觉得愉快。既然我是你在基督里的弟兄，我本来可以坦地吩咐你做应该做的事，可是爱心逼我向你提出请求。虽然我保罗身为基督耶稣的大，现在又因他的缘故成为囚犯，还是愿意这样做。我对你的请求是为了阿尼西姆，他是我在基督里的儿子，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做了他灵性的上的父亲。从前来，周牧师，你的拜到11到15。所以无伫遮。OK，好，平平在吗？哦，你要再打二来。从前他对于你没有什么用处，现在他对于你、对我都有用处。现在我送他回到你那里去，等于把我自己的心送去。我本来想留他在我身边，让他在我为福音坐牢的时候替你伺候我。不过，我希望一切都是出于你甘心乐意，而不是勉强。没有你的同意，我什么都不愿意做。后来，阿尼西摩暂时离开了你，也许是要使你永久留着他。多谢。来，李牧师，你用16。现在他不再是一个奴隶，而是远高过奴隶，因为他已经是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对我来说，他却是如此，何况对你，因为你们既有主仆的关系，又是主内的弟兄。所以，如果你把我当作亲密的朋友，你就接他回去，像接纳我一样。要是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或者亏欠了你什么，都记在我的账上好了。我在这，我用不着提醒你，你欠我的竟是你自己的生命了。所以，弟兄啊，为了主的缘故，让我向你求这个情，好解除我精神上的负担。我们都是基督里的弟兄。来21节哈，我来看。我深信你会听从我才写这封信。其实我知道你所做的会超过我的要求，同时请替我预备一个房间。我希望上帝会答应你们大家的祷告，让我回到你们那里去。为了基督耶稣而跟我一起坐牢的以巴佛问候你。我的同工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候你。愿主耶稣基督赐恩典给你们大家。好，这是腓利门这个经文拢总25节啦吼。我本来咧想讲要甲分啦吼，但是因为中对第8节到22，这中间拢是做伙一段吼。所以我想今仔日用一个较无共款的方式，就是我用安尼无要逐字去分享啦吼，大概甲迄较重要的物件来甲大家分享吼，较袂用较侪时间安尼吼。好，大家读了安怎？这本册你要先有问题要先提出来问，咱才来继续讲。费利蒙书安尼25节，咱读了敢有问题？也是拢足 OK。伫即内底，咱有听到足侪名啦吼。所以名其实伫圣经的中间，名足重要吼。名是足重要，拢有伊的意思，特别是对犹太人吼。咱读腓利门，即个腓利门即个册，特别是即个字吼，腓利门吼。是有足特别的意思，我互咱的资料内底有小可提到啦。前礼拜日伫讲道中间，牧师有讲到圣经中希腊文的甲爱有关系的3个字，咱会记得无？
其实即个字甲其中一个字足有关系吼，是共个字根啦吼。好，咱念伊才来去讲到即个部分啦吼。咱会记你甲即个即个菲利门，菲利门即个名记咧头壳底吼，足有关系。伫保罗写互菲利门的即个批内底，有几啊摆提到即个字，吼，提到即个字，有伊真特别的意思啦吼。好，咱来先来看伊的概论啦吼。即本册就是讲，当然是保罗写的册啦吼。咱知影就是讲，保罗写的册中间，足侪时阵伊拢会家己写讲，我是保罗啦，啥物货吼，安尼来告别。伊讲即个批是我写的吼。当然这有经过一寡讨论，甲即个考古的即个即个过程啦吼。确定性介悬，就是讲，这保罗写无毋对啦吼。大概伫写册的日子吼年，有人讲对50几年，主后50几年甲60几年，这中间拢有人讲啦吼。有当时即个时间性，我感觉是毋是遐尼重要，但是有一寡无共款的角度咧看这个册时阵，会当互咱做大概参考一下。这个时阵耶路撒冷还未去用毁掉啦吼。咱知耶路撒冷去毁掉是主后70年左右吼。所以这个时阵保罗大概是伫迄个利罗马咧关监的时间啦吼。伊念伊有讲着，讲伊是伫关监的时捌着即个阿尼西弗即个人吼。OK， 所以基本上即个批是可能保罗伫以弗所伊关监了后伊写的。伊即个中间有拄着一个人的名叫做阿尼西弗，伊是一个奴隶吼。伊是逃走的奴隶。然后伊拄着保罗吼。叫做即个阿尼西弗来信主，应该是保罗甲苦劝啦吼。伊愿意倒转伊的主人遐。保罗就写即个批来替阿尼西弗来求情吼。并愿意来还伊所欠遮的物件。欠吼，即个欠有当时毋是可能讲着钱啦吼。比如讲，伊逃走即个中间，主人会当甲还啦吼，这拢是欠吼。但是咱若对经文内底看的时阵吼，保罗有一个真厉害的所在，伊讲吼，阿尼西弗所欠的吼，拢算伫我身躯顶啦。我这是足有智慧的话啦吼。咱知影吼，菲利门敢有可能甲保罗要求即个赔偿？我想是无啦吼。但是保罗就安尼表达吼，意思是讲我足愿意来替这人做，来讲保证啦吼，担保安尼吼。咱倒转来讲即个名啦吼，菲利门吼，英语吼，菲利门。咱甲后壁迄个 MON 摕掉 ，MON 摕掉吼，PHILEI， 咱前礼拜伫讲道中间牧师有甲咱讲着，这是伫希腊文内底咧讲爱中间的一个字啦吼。咱继续过来看啦吼，我甲这个 MON 摕掉，伊会变做一个字根啦吼。对，这叫做 philia 哈，这个字根造出来了哈，所以基本上 philia 甲 eros 佫无共款哈 ，eros 是较迄种爱情的爱 ，philia 较像伫迄个兄弟中间爸囝的爱，也是讲爸母对囡仔这个爱哈，所以菲利门这个人的名本身就叫做爱，这是足趣味的一个。真通考察的一个所在，特别是咱对迄个经文的中间，咱有去看到保罗伫头前咧学了即个菲利门的时阵，咱若去看迄个第4节开始，甲第7节，伊就讲：我听见吼，你对主耶稣甲众信徒足有疼心，吼，佮
过来讲，我常常为着你来感谢上帝吼，你去讲着伊足有疼心安怎？第40节讲，我嘛因为你的疼心吼，得着足大的喜乐甲安慰。用即个做基础，保罗咧甲腓利门咧讲爱的即个功课吼，这是足趣味的一个咱讲 keywords 啦吼。腓利门即个字本身就是咧表达爱即个物件吼。咱前礼拜有咧讲着吼，伫礼拜即个时，我搁甲礼拜即个甲咱分享的我摕出来吼。eros 是咧讲着迄个爱情的爱，吼，这是伫咱讲较基础、较低 level 的即个爱啦吼。然后philia 吼，即个就是咧讲着迄个较悬赞处的吼，即个爱，较有讲着亲情。然后咧讲着另外一个是阿加佩吼，阿加佩对即个是咧讲着上帝对咱的疼，咱讲无比的疼啦，也是讲超越的疼啦吼，咱会用即个吼咧指上帝对人的即个疼吼，所以咱得知影就是讲腓利门即个名的字根，就是迄个philia 吼，philia即个字的意思啦吼。共迄个字吼，咱甲看伊的整个的背景，咱知影腓利门是一个足好囝的人。为什么好囝？因为伊有钱，通好去买罗勒啦。吼，有好囝的人才会当去买罗勒，好囝的人才有需要去买罗勒来款因兜做因兜的石头。吼，大概是安尼啦吼。当然，咱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讲。罗马帝国的时代，你会当买罗勒，搁而且咱咧讲吼，圈养吼，也是讲你会当拥有的对啦吼，你嘛当买安尼吼，时常有诶吼，真富有诶人才会通安尼做啦吼。腓利门到底是啥物人？伊真有可能是哥罗西教会诶信徒，所以保罗伫即个。写批的，互这个哥罗西的即个中间大概有咧，我哪会睇到吼？腓利门伊虽然是只有使徒保罗来称伊做亲爱的同工，但是伊并毋是真正伫传福音，也是讲伫牧会中间的同工吼。伊大概是讲伊是一个真好。斗阵伫教会做服侍的人，但是伊较毋是徛伫咱咧讲教育啦，也是牧会即种的同工，甲提摩太啦、提多啦，这人是较无共款的吼。腓利门较是伫教会内底，伊做热心参与。咱若转来看经文的拄开始的时阵，咧讲即个腓利门伊安那因兜是做教会的一个所在。所以伊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吼，伊咧讲是，即个同工是意思是安尼啦，吼。好，即个是one of the 迄个感觉的批信，就是保罗伫感觉的中间写的吼，有几本而且吼有所腓立比、哥罗西甲腓利门吼，这是其中一本吼。腓利门佫是使徒写的4个。互国人的册吼，提摩太前书后书拢各选一本啦吼，另外佫有提多啦吼 ，OK，提多甲提摩太是算是即种咱咧讲的牧养吼，安尼讲教牧书信吼牧养的，但是腓利门吼，甲教义无关，甲神学也无关，甲教会牧会嘛无关吼。纯粹咧甲伊咧讲到一种听的实践吼，基督徒应该爱有的态度到底是啥？而且较特别的是讲咧处理奴隶制度的问题，处理奴隶制度的问题，这是伫腓利门书较特别的所在啦吼。所以咱咧看伊讲伫即个内底有看对奴隶的态度，甲保罗伫遮咧传达讲。一个基督徒要爱遵守法治的信仰是足重要的。伫即个
经文内底即个批内底，伊讲吼，我会通直接要求你，就应该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但是我无安尼做。吼，这是保罗咧讲，伊佫尊重伊，是一个奴隶的主人，所以伊就用无共款的方式，叫这个伊所拄着，伊咧讲这个信用的囝儿，吼，来倒转去伫伊的主人腓利门迄个所在，然后咧苦劝腓利门做一寡无共款，吼，来对这个阿里西母。这个足无共款的一个态度啊，吼。好，伫这个分段中间，咱拄则已经讲着吼。第1节到第3节是一个前言，嘛咧介绍着腓利门因这个家庭啦，吼。咱看到迄个第2节写着阿菲亚这个姊妹，真有可能是腓利门的太太啦，吼，真有可能，咱无法度介确定啦，吼。伊佫讲着阿基布吼是伊伫即个战友啦吼，讲伫福音顶悬，若是讲关卡等等，遮个工作顶悬的一个同伴吼。佫讲咧介绍着迄个背景，就是腓利门的厝呢开放做教会吼，咱讲家庭教会家庭安尼，伫迄个所在，伊伫遐热心来服侍安尼吼。第3节就是用请安来做开始啦吼，然后第4节到第7节，拄则咱已经小可讲着，伊是一个咧讹了腓利门，也是讲来介绍腓利门是甚物款的人吼，咧讲这，也是讲先甲你讹了，吼，先甲你讹了，你是足有疼心的人啦，我因为你的疼，我就足欢喜的，然后伫第8节了后，用这个疼来做基础，开始讲着对阿尼西母的这个代志吼，恳求腓利门来甲伊赦免等等遮的。然后22节到23节、24节、25节这边，遮就是拢请安咯吼。为什么要写这个批？其实答案真清楚，就是讲咱已经有看到啊吼，伊就是因为阿尼西母这个人的关系吼，所以伊需要写这个批。而且伊找见阿尼西母倒转去腓利门的家，来伫迄个所在吼，来伫迄个所在，伫圣经内底，咱会看讲这真特别的，这是一个私人的批，拢讲着个人的代志，特别就是这个奴隶阿尼西母，伫圣经内底也无讲着这个神学，也无讲着教义，为什么这要放伫这个批内底？我想有咱真重要的代志要来思考啦。特别是咱最近咧拄着即个美国遮的黑人人权的运动遮的，咱会当用安尼过来反省啦吼。好，来奴隶啦吼，就是讲，才有讲到一个奴隶，即个阿尼西母基本上就是讲，伊毋是一个正宗的奴隶吼，伊伫遐分担逃走吼。伊想要去找一个所在秘起来啦吼，当然上好就是大城市啊吼，保罗去用关的这个罗马是大城市伊就去遐秘起来，无拍算去用掠去啦吼，去用掠去安尼了后，伊就去用掠着吼。但是掠着了后，逃走的奴隶吼，你知影因身躯顶拢有记号，伊属伫啥物人的，拢会记者拍一个。咱讲烙铁吼，会烙一个号伫迄个所在。然后你若去掠着时，会个烙一个 F， 就表示讲伊是一个逃走的。若拄着即种的奴隶吼，基本上无啥物人会去甲买啦吼，而且伊会去拄着足严厉的即个刑罚，就是等于是个处死刑安尼吼。咱知影伫因为伊个时代的背景吼。伫迄个所在，伫罗马时代，伊就是一个咱讲较低层次的社会阶级的人，伊是一个奴隶啦吼。所以伊用掠着了后，伊就是爱准备吼，爱去用钉伫十字架顶悬啦。这是照罗马的法律啦吼。奴隶若逃走去用掠着，就是爱判死刑吼。有牧师建议讲，
即个会通亲像咱台湾即马咧讲的外劳的情形吼，但是牧师我本身无同意啦吼。即摆的外劳虽然有契约，得早嘛会去互掠，但是伊毋是买卖，时间一到，伊就有自由啊吼。所以伊甲古早罗马时代的奴隶制度，其实有足大的基础顶悬的无共款啦吼。古早罗马的奴隶是人的财产吼。咱台湾即摆的咱咧讲的移工吼，外劳。基本上，伊是一个短暂的契约的劳工尔尔吼，伊毋是你的奴隶吼。咱若讲用奴隶台东去的看是，安尼就有出问题啦吼。OK， 安尼看是讲，即个奴隶走到罗马了后，当然伊袂当做啥物代志，伊毋是自由身嘛吼。但是无拍算去互人掠去了后，佫叫甲保罗关做伙。因为甲保罗关做伙了后，就改变伊的命运。因为伊捌保罗尾下就传福音信主。保罗伫圣经内底讲，伊是我囝的，我信仰内底的囝吼，我伫信仰内底的囝吼。这是咱咧讲上帝安排真特别啦吼。伊拄着保罗了后，伊就伫遐来受洗信主。然后开始过一个新的生命。啥物叫做新的生命？我想伫奴隶得逃走，伊有一个想法，讲我走了吼，我就自由，我就无代志啊。甲过去就安那一干二净啊。吼，即摆来认捌着保罗吼，上好做基督徒吼，伫上帝面头前吼，就咱甲人平起平坐啊吼。所以吼，过去就过去啊，因为圣经讲安那，做事已过，一切就变成新的。但是保罗对伊的教导毋是安尼，保罗的教导是讲，你的新的生命，你着爱去愿意去面对过去的毋对，吼。所以伊爱叫伊回头。你来看这个真重要的一个吼，爱回头去面对所做的毋对，然后伫迄个中间去看见上帝的恩典吼。这个是保罗伫遮甲安尼西姆所讲的，伊讲。我要送你转去你的主人遐，吼。安尼西姆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啊，伊的主人佫是基督徒，伊洗礼了后，成做一个新的人了后，伊就愿意安尼做。然后保罗就替伊写一张批，互伊带倒转去，互伊的主人。这张批其实是足有深度吼，足有深度。保罗真会晓去，咱咧讲negotiate吼。伫遐甲人做谈判吼，伊伫即个批信中间表达甲真清楚啦吼。保罗对腓利门讲：你感觉你过去吼，即个可能无啥，只是你的奴隶中间一个尔啦吼。即摆吼，伊若逃走，对你无路用啊吼。但是事实上吼，伊不但对你有路用，嘛对我有路用啦吼。伊有可能是过去偷摕钱逃走，还是笨蛋逃走，还是伊因为安尼伊就爱欠钱嘛吼，爱去用法。伊讲无论安怎吼，我就替伊还吼，我替伊还。这个意思就是拄则牧师有讲，要替伊做担保，伊有对你有甚物款的有罪，你拢算伫我的身躯顶。意思就是讲啥？咱讲双关语啦吼，遮小你拢通算伫我的身躯顶，但是吼，我知影你袂算啦。吼，这保罗真牛的所在啦吼。OK， 所以这样代志，咱会有阮会无共款的角度来看吼。保罗困求这个腓利门，伊讲我年纪大，搁落伫家内底，所以伊伫遐用长辈的身份来要求。腓利门对安尼西姆好啦吼，嘛咧要求讲你将因让互我啦吼，有即个意思吼。所以咱会通看你讲腓利门有一寡功课，腓利门真热心，咱拄仔讲啊，伊个厝呢就是一个教会，伊个某嘛拢参与伫迄内底侍奉内底。对因来讲，伊感觉讲即个人逃走，然后即马去互上帝找着。
来悔改认罪，倒转去伫你遐。伊来讲有一寡真困难去处理的物件。保罗无爱讲安尼，就足硬甲讲吼，你着互我做奴隶，还是做我助手吼？伊互伊倒转去，表面上好哪甲伊的主权搁交转去伫腓利门的手中，但是伫腓利门的受到即个批了后，其实腓利门知影，伊根本就无主权，因为保罗该讲的拢讲了，伊无法度做决定，伊只有会通趁保罗所讲的吼，来将即个阿尼西姆来交互保罗做伊的同伴呢。咱对社会角度来看啦吼，保罗伊无用真强烈的方法去要求讲阿尼西姆即样代志吼，即个腓利门，你着吼，甲恁兜的所有的即个奴隶拢放掉，你才是基督徒，伊无用即种的态度，吼，伊毋是用即种态度，伊颠倒用真软的方式来提醒腓利门，你的名就是爱，你的信仰嘛是爱，你的实践嘛是爱，你敢有才调做伫安尼西姆顶悬？用即个角度对伫心灵的内底，对信仰的内底来拍破人对即个奴隶的看法甲价值观，这是足特别的，特别是伫即个内底，伊咧讲到阿尼西姆，他毋是奴仆，是啥物货？是兄弟啦，吼。连米咱会阁讲到即个部分吼，是兄弟后，迄个身份无共款啦，所以伊是对内部去冲击即个奴隶的制度，毋是对制度面去处理啦，吼。这个是较特别的，伊毋是用武力，是用爱，吼，是用爱，是用内在的方式，吼。保罗选择后壁即个方式啦，吼。有人咧讲保罗甲即个阿尼西姆送倒转去互腓利门吼，表示伊即个无对即个奴隶制度的批判啦吼。其实这是足大的毋对吼。咱会当看伊讲，其实保罗无赞成奴隶，所以伊才会讲伊当毋是奴隶，是你的兄弟吼，是你的兄弟。OK， 所以保罗伊嘛捌讲兄弟，拢这的吼。拢毋是上帝所欢喜的。好，咱搁倒转来搁思考阿尼西姆甲腓利门的名啦吼。咱伊有几个人的人名，咱来看吼。伫阿尼西姆这个字讲是关过奴仆的吼，这个意思吼，迄个意思。腓利门咱拄则讲着讲是爱吼。姊妹阿菲亚是讲甲咱同工的即个阿基布。遮个人拢是伫即个所在咧服侍，拢是一个上帝的同工。恁伫即个所在咧甲上帝同工是，着爱有行出上帝的行。腓利门就是讲富有爱心的，是讲爱即个意思。所以伊要求吼，爱表现出爱心甲信心。腓利门的即个代志，伊着伫遮用安尼。讲，因为你有爱心，所以我感觉真得到安慰。伊嘛用这种的角度来要求伊。伊讲，这个是我属灵的囝。伫信仰顶悬，保罗就用安尼来要求，要求伊。安尼西姆的意思是讲，对伊有利益的，对腓利门有利益，对保罗有利益。过去无利益，是因为伊笨蛋，减在偷摕钱，减在偷走，但是对于即卖有利益，迄个利益就是讲，伫爱的实践顶悬，伫事工的服侍顶悬吼。再来，伊伫即个所在，保罗咧要求腓利门做一个饶赦的功课。保罗本来想要甲阿尼西姆留落来，所以伊写尾来讲我嘛会当安尼做，但是伊感觉伊无得到伊的同意。无得到腓利门的同意，伊无爱安尼做，所以伊就找阿尼西姆倒转去，互伊无搁再是奴仆，是关过奴仆，亲像即个亲爱的兄弟共款。所以保罗伫遮来要求腓利门用仁慈、疼心来接待阿尼西姆，
亲像接待保罗共款。所以基本上即张批，条牧师已经讲了，好哪亲像真尊重菲利门对阿尼西姆的主权，但是伊无互伊有参详的余地啦吼。所以你要去对待伊，亲像对待我共款，会好吼，会好安尼吼。所以伫这个所在，咱看伊讲，阿尼西姆若有开欠菲利门什么货，保罗就会讲，你着算伫我的身躯顶安尼。但是保罗伊伫遮佫甲菲利门讲一句话，讲连你家己嘛亏欠我，亏欠啥物货？忠心搁我的活命啦，吼！伊嘛是保罗引带信主的人，吼！所以保罗咧讲的意思是讲，其实菲利门啊，你甲阿尼西姆吼同级的尔定啦，吼！恁拢是一个对着上帝的恩典。忠心搁活的一个基督徒，吼，所以你爱用这个对待阿尼西姆，好哪亲像是家己的这个兄弟共款，吼。然后伊落尾用迄个请案来结束即张的批啦，吼。拄则咱已经讲着吼，保罗对奴隶这个问题，其实伊用两个方式，伊用伫内在的心理的看法、灵性的看法来。鼓吹废除这个奴隶的制度，但是咱知影，奴隶制度毋是当初时的基督徒造成的，其实是当初时罗马政府造成的。所以，迄个制度你要推翻，毋是遐尔容易。但是对于基督徒的信仰反省来讲，因会通安尼对家己来做起，吼，来做起。所以，咱伫遮落尾嘛会看到讲，咱咧讲着讲迄个你对待即个阿尼西姆，无搁再是罗卜，比罗卜较悬，伊是你的兄弟，所以伫主内拢是兄弟姊妹，即个概念伫遮真清楚。这是菲利保罗互菲利门的即个批信中间所在表达的，用即个疼来看待逐个人拢平等。拢是咱的兄弟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事伫这个所在，嘛正最初的教会真重要的一个基础，嘛是咱即马定定咧讲主内兄弟姊妹，咱用安尼来称安尼一个真重要的原因之一啦，吼。所以，咱看去讲保罗，伊虽然是基督徒教会体制的制定者。是基督徒的领导者、监督之一，但是伊无用即种强势的方式，无用即种强势的方式讲，菲利门你着听我的，安怎，无，伊无安尼，伊颠倒尊重伊，来鼓励伊、劝勉伊，佮提醒讲，菲利门啊，你的名就是爱，你着爱用爱来实践，来听阿尼西姆。亲像听我，你爱来赦免伊，来甲伊甲伊的罪来用掉，伊所亏欠你的，你拢会当算伫我的身躯顶，正的态度。所以这会通讲是保罗留互咱真好的典范啦，吼。咱有当时会看着讲，有当时咱一个徛伫一个位置的时阵，咱会去。袂记即家己的身份，然后会用要求的方式，也是讲超越迄个制度，无尊重，无尊重。伫遮咱看着讲保罗，伊尊重迄个体制，然后伫对信仰的内涵中间去要求改变。这是较特别的所在。伊嘛无用伊家己的一个咱讲先摆的角度，讲菲利门你着安尼做，我讲你着做安尼。伊嘛无安尼吼，讲软来，互伊有一寡压力，然后互伊明白了解，着爱安怎来做吼。这个是这个保罗伫遮互菲利门诶，这个批信中间真重要，互咱学习诶所在。好，来，安尼今仔日到遮，咱着规章拢讲啦，咱无一字来解说吼。
但是较重要的，咱大概有讲着安尼吼，呀。好，咱有想到菲律宾的名无？哦，这是真趣味啦！吼，拄好咱前礼拜伫讲道中间牧师有分享着吼，伫迄个希腊文的三个听的中间，这是其中一字啦，吼，对。来，有要分享无？遐文化遐袂俗袂歹呢。多谢。文化遐是咧欢喜啥？看到你我真欢喜。我想要讲吼，啊，毋过我感觉我若讲安尼，我觉得又很八股。可是这是事实，就是讲，我读这篇吼，我感觉讲，保罗吼，伊足厉害，伊吼要写这个批，伊嘛是要做互迄个提摩太看，圣公嘛咧甲伊教，怎么处理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就是延续，他就是属灵的父亲，连这些事情他都有教他。然后伊甲腓利门讲，虽然阿尼西姆逃走了哈，可是现在他回去，你还是要接纳他。我觉得我现在要讲这个就感觉很八股，可是让我真的想要这样子，就好像咱嘛是一个就无好的人，啊耶稣嘛是把咱接纳。我觉得这有一个就是说要有这样子的心智，跟他一个预警没啦。赦免。对，赦免接纳这样子。因为我较慢入来，头拄敢有讲着讲迄个阿尼西姆，伊安怎走？伊安怎去甲拄着保罗？伊是无啥，毋拄听讲啦，听讲伊是听人讲伊是共偷摕钱啦。迄个意思用咱即摆话就是卷款潜逃啦。听人讲是安尼啦，我毋知影事实啦。就是讲以前来去拄着去甲和保罗做伙咧。啊，就拄着保罗。快做伙。是啊。伊也到时讲走的时阵，收销，要去收销，我遐济钱啊走去。我伊家己存的钱，以前是财宝啦。我看伊迄阵啊，假使讲伊也做一个路来讲吼，伊要对迄个讲菲律宾是哥罗西嘛吼。对。伊要叫伊走去甲罗马，迄足远的呢。对。啊，伊假使讲做一个路来讲，伊哪有晓摘掉会当摘个搬山过啊，搁过海。啊，就惊人掠着，当然嘛，愈走愈远。是讲哪有法度？像迄阵啊，你啊，假使讲一个。啊，伊偷摕物件，啊，做他的盘缠啊。
敢毋是？这我的想法，大家拢无要讲安尼。所以我问咧，我讲是安怎？以前有遐办法会当走到遐远的所在啦。咱若讲讲，你讲就是路咧上，啊人要走，无。我分享地图，恁看，嗯，这伫遮，吼，罗马伫遮，是啊，伊爱过海的啊，嘿，哥是里头。要坐船的呢。俄罗斯伫遮有看无？我用笔写在这里，有看到，罗马就是在这里，哇，经过爱情，在这里，哥罗西在这里，好，罗马在这里。伊就行位家，伊可能无坐船来绕这个这样子。哎呦，安尼够较远嘞。不管安怎，伊拢爱坐船啦。对。你做一个路的时阵，伊敢有法度会当，我是想讲伊会当走遐远啦。会当走遐远是为什么吼？咱毋知影啦吼。不过就是讲，咱会通知影讲。照伫保罗所写回门这个册，这中间伊看着讲，伊有欠伊的孝，所以有神学家会建议讲，伊有可能偷摕钱要走的时阵，因为伊知影伊要出去一定要有盘缠嘛，吼，伊当啊去坐人的船啊，吼，也是讲伊有可能以工代赈，吼，去讲我若拄来你的船啊拍工，你载我去。哦呀，嘛有可能啦，吼，嘛有可能啊，所以咱毋知影，但是讲，咱知影讲，伫即个过程的中间，上帝足奇妙，咱感觉足无法度想象的，对哥罗西这样的所在，伊会当去到伫遐，迄个目的要创啥诶？迄个目的就是要去互掠去，佮关做伙，甲保罗关做伙，然后伫遐去互受教士、信主来悔改。所以他是在监狱里面遇到他的。对，他们两个是绑在一起的，狱友在一起的，狱友。毋对，我感觉15集遐讲，我感觉就感动啦。就是说，安尼西姆暂时离开了你，就是意思的讲，他一朝离开你，嘛，也许是要你永久留着他。检采伊暂时离开你。总是爱检采，就是他再次回去，就是要互伊永远甲伊留咧。就是讲，伊即马毋是以前迄个罗咧，是主内兄弟姊妹啊。但是你也知哦，但是这句话其实也是双关语哦，哈。比如说，伊讲为了使你永远得着他，对不？那事实上，保罗写这张批的意思是讲，你将安尼西母。互我做我的同伴。伊主要是爱伊留伫遐。对，你也嘛保罗头前写讲，其实我会当就直接就会当留落来，但是我爱伊转面对你，迄个意思是讲，过去伊是你的奴才，所以得走你就已经失去他了，但是现在他回去了。你跟他建立比奴仆更高的关系的是兄弟，那因为你有这个爱，所以你永远得着这个兄弟。OK， 这个意思是不是讲，譬如讲，保罗他是属于伊是望讲阿尼西姆在他的身边，对，他是属于腓利门的财产，他现在让他回去，然后主人说 OK， 你可以走了。对 ，OK， 就是 release 他，所以说这样子的时候，保罗要他就名正言顺。保罗好厉害哦，好厉害哈！所以你看，其实保罗在讲你永远得着他是那个关系，在主里面的关系，而不是又得到财产，不是这个意思。我了解啊。所以这个双关语我刚才知影一关，另外一关我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拜港头在上的连线。毋拄我感觉伊写批这个方式，咱爱学。伊讲话这个方式，咱爱学。
你就亲像以前阮伫咧雅马哈做老师的时阵，迄雅马哈是日本人嘛，日本老师咧甲阮训练的时阵讲，因为阮拢针对4岁到4岁到6岁囡仔，伊讲你囡仔咧上课，不管安怎，你看到即个囡仔，你就开始先甲学乐。你实在毋知要安怎学乐的时阵，你就爱讲你囡仔头毛真水。迄我学着就是讲，不管安怎，就爱先甲人学乐了，才开始。所以以前我咧带献歌队的时阵，我大概就讲，哦，恁囡仔是来唱了真好吼，然后因大家都会接一句讲，毋辜。再来一次。对，毋过这些是咱爱学习的，我感觉。毋知有迄个文献记录讲保罗是安怎转变伊的心意。安尼师母照家讲起来是讲算讲头拄讲的是头摕迄个盘缠走，搁伊搁懒惰。保罗是即个要安怎为即个伊本来是安尼的形象，要甲转变。伊即个时间即个保罗毋知有伫其他，还是讲无一定是伫即个圣经，毋知历史上有啥物记载，还是讲有啥物即个故事来讲着保罗含伊的迄个情节。无呢，无这个转呢。毋过我想象保罗伊拢伫咧家教内底咧唱俄罗的诗歌，他都在那边赞美神，伊拢伫遐咧唱歌所以迄个看犯人的狱卒就信主对无？可怜这个安尼西莫，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同一批信主的。有迄两个，迄毋是有迄看犯人的迄狱卒嘛信主。应该毋是共个咯。毋是共一个时间点。咱敢有讲迄个腓利门、腓利门，甲保罗，因的关系是到底是啥物种关系？到啥物种的关系会当讲，互你讲腓利门讲的保罗讲写一张批，伊会当甲伊讲，甲伊 persuade 讲伊会当接受讲一个人伊的迄个路财，甲伊偷摕钱，你是要个送伊倒，伊要个接受，伊要个会当去甲做进出，要个去甲接受踮家庭内底。OK， 其实有几样代志咱会当做确定的啦头起先就是咱咧看伊讲，保罗一开始伫第1节到第3节咧介绍的时阵，已经讲到因这间教会的结构，表示保罗甲这间教会作息伊有可能是这间教会的开创者保罗啦所以伊甲这家口的人作息，这是第一个。然后伊开始咧讲到阿尼西姆这个人的代志的进程，伊先学了。我有听到足侪人甲我讲，你足有疼心。意思就是讲，因的关系，还是讲因的互动，阁有保持的，还是讲就这中间有一寡同工会来去，伊游玩，阁有得到遐个消息，这迄个关系阁很密切啦，然后对17节、18节，特别是18节，伊讲，如果伊互你的孙子，伊啥物话？记伫我的身躯顶，伊讲记伫我的身躯顶，意思就是讲保罗伊足有把握，伊伫即个腓利门的心目中地位是够的，地位是够的。比如讲，我若阵有迄个会友要去鹿港，我就来讲你去龙山寺边有一间迄个郑玉珍咧卖糕饼店的你报我的名，伊互你打折，我就有这个把握，因为迄是我较早的会友，
啊，真的哦。OK， 我嘛要安尼哦。无问题，无问题。所以有迄个把握伫咧，所以保罗伊敢讲吼，伊若欠你的孝吼，算伫我的身躯顶。不但安尼，保罗伊阁有把握讲吼，你袂甲我讨啦。为什么？咱阁继续看咧，吼，咱继续看咧。打断19节，是咧19节。你的手，你打。这是我保罗亲手写的。伊讲我不做保证的哦，唔免讲，是毋是你的性命吼？你阁欠我，有无？是保罗因带腓利门信主，因两个是共款的。拄则刷罗尾时，我大概有讲着啦吼，我阁大概有讲着。过来，唔但安尼尔，后面还狮子大开口，22节，讲，当时要请你为我备办一个大所在。唔但吼，我身躯顶的孝，你袂当甲我讨尔，你该为着我平凡所在，爱欢迎我去遐住。所以咱会当看伊讲保罗足有把握，伊甲腓利门的关系，伊绝对会听伊的话。啊，都唔知影腓利门也无甲回批。唔知啦，唔知。回批，伊无甲回批，唔知感觉安怎？我哑巴吃黄连。我咧想，保罗的目的吼，伊即马那即个腓利门甲回批也好，我放弃即个路咧。啊，伊是毋是讲伊伊是路咧去互掠着？啊，伊即马保罗收到即个腓利门的放弃书，啊，就甲讲，这是腓利门的放弃书，你即马安尼西姆你已经自由啊，我甲即张嘛过让书吼，然后搁互你，你就免搁直接封关，因为你是自由身了。没有，他是因为他是偷钱。偷钱嘛，就是一放他一马嘛。可是他还是要刑期要服满呢。他那个阿里西姆伊若无讲的时阵，伊嘛是迄落啊，对吧？对啊，阿里西姆会当放伊自由啊，这无问题。对啊，一定要有一个证明，写批去一个证明。保罗再摕即张批，伊个人互保罗再摕一批，我这就证明讲，我有去写一张批，伊证明讲阿里西姆已经让互我，但是我甲即张这个路咧，这个。我赦免他所有的，拢放伊自由，伊就免关嘛。提前假释，是毋是有这个目的啦？我是安尼想。真有可能啊，但是尾啊，就是咱拢唔知啦。啊，像保罗去互放出来了后，有去甲腓利门因兜无嘛唔知影。就是你看伊讲，伊伫批信的中间来表达讲，伊对这个伊甲腓利门的关系，伊就有把握。我读一本册吼，需要迄个，咱讲需要学的就是学腓利门啊，因为保罗伊甲写即个批去互腓利门是保罗，检在伊含即个安尼西姆已经有参受有啥物种的，有啥物种的关系，足密切的关系，所以伊会当伊要写一张批叫腓利门，但是腓利门呢，伊是一个咱所讲伊头家来讲，咱来讲你我就好啦吼，咱有公司有需要来讲，你请一个新人，还是讲叫一个公司一个人，还是迄阵人讲 OK， 拢有，咱逐个人假设较有人内底有。OK， 我讲一个例来讲，像我伫菲律宾的遐亲人，因咱大家拢有因叫早干，对无吼？早干呢，即摆来讲，迄个早干，伊有甲伊偷摕钱啊，啥物走出去啊？怎来？人讲要搁继续收的，你敢要收伊？我是讲，咱就抱到咱。人你我来讲，你讲啥物把书写批互我无咧信道理。我讲我袂，我是
因为我爱做迄落，我爱决定啊。但菲律宾有即个遮大的即个啥物倾向，伊会当去接受伊，因为这是真正无简单的嘛，做无简单。毋拄我咧想讲菲律宾，敢真正有接受？这嘛毋知呢。伊的难处点讲，到尾啊，讲是阿尼西伯讲啥物拢是，迄是传说啦吼，传说讲阿尼西伯到尾有变做王解除伊无做奴隶的身份嘛。听讲到尾伊就伫哥罗西迄带遐教会有做啥物种的迄个啥物职务啦，吼，啊个变做安尼，减做安尼就应该是。菲律宾伫遐有甲伊帮忙，有伫遐有甲伊才会当安尼啊，无伊较有可能。即摆咧讲吼，我想着我古早教即课的时阵吼，我介绍有讲着讲，即个安尼西姆会转变，敢若像讲咱迄个罪人吼。获得迄个上帝的救恩啊，因为迄个救恩会临到，所以迄个所有的罪啊啥吼，互咱感觉讲不但无束缚以后，啊，佫颠倒一个释放做一个自由啊，尤其是即个腓利门，敢若像迄落算讲是一个伊的主人，敢若咱的上帝来接纳。虽然伊有迄落破迄落做献歹的代志安尼，啊保罗呢，迄个角色呢，敢若像就是伊来迄个耶稣来到，我迄阵我会记得我是用安尼有一个迄个比例，啊即摆才忽然间才想着，所以我毋知有感觉讲，就是讲即个内底中间是讲到讲上帝的救恩。啊，甲上帝的赦免，甲上帝对咱人的迄个恩典，啊，咱也会当接受这个恩典的时阵，咱的身份忽然间就是会当上帝甲咱提高到咱上帝要互咱的所在，毋免讲去为着咱过去的迄个准讲足歹的迄个背景。也是讲纪念，也是啥，但是伊忽然间才变一个讲，伫上帝内底是一个宝贝，也是个纯洁。我即摆才忽然间想到，是我古早讲这课的时阵是安尼有想到这安尼，和大家分享一下。对啦，因为保罗咧也讲吼，伊所欠你的孝，拢算伫我身躯顶，就是讲基督顶十字架的救恩啦。我是安尼咧类比吼，咧类比安尼。我这内底咧，就是讲到上帝的救恩啦，无比的听。所以你讲伫上帝救恩的面头前，无论你是主人还是奴隶，你拢是兄弟啦。所以咱咧讲即个解放神学开始的迄个年代，也是讲伫美国的黑奴，因过去足爱礼拜日，足爱去教会是安那。伊感觉伫上帝面头前，我拢教我的主人平啊是兄弟姊妹，坐伫礼拜堂内底，拢咧敬拜上帝，我是自由的啦。有迄个角度，拢无甲迄个奴隶制度是足大的差别。是若是讲到罪方面的时阵吼，咱是等于那就有当时你若犯罪了，变做咱是罪的奴隶，对啊。对啊。尤其是食药啊，迄个食毒药啊，食啥，变到你无法度家己控制，煞变互控制，对啊。感谢主啦，这咱一几节圣经啊，就甲咱互咱的足大的鼓励，啊。
过遮吼，遮伫即个第十遮吼，迄个英文的翻译甲含中文的翻译吼，我感觉有小差别，嘿。无啥共吼啊。无说你是毋是会当甲阮伊就遮讲，我甲你请求啊，伊的囝阿尼西姆，伊就变做伊的囝，伫迄个家角内底变做伊的囝。啊，但是伫即个中文的第十节改成翻译做无啥共，敢毋是？啊是。了，我来叫我的。无说你讲倒位的差异？我看觅咧，还是我看了毋对去哦，可能是即个啥，迄个20节遮啦，毋是第10节来看，20节遮吼，迄个改成是迄个意思的翻译，但是无直接讲甲迄个伊即个英文遮安尼翻译出来。中文系大日本吼，对英语也是讲对原文去甲对的时阵，有小可困难，因为伊是叫做意译，用意思去翻译的。它不是字义，嘿，毋是讲直接对，伊是字义，嘿，所以伊有小可甲变迄个字的意思去啊。OK， 但是有当时啊，台语电脑比其他电脑有当时翻了搁较好，呀。伊较忠实伫原文啦，对。台语圣经毋是按英语圣经翻译的。台语圣经是按原文一边翻译的，罗马字的圣经是根据希伯来文，还是迄款希腊文翻译的。你若看英语的吼，阿尼西姆的名吼 ，Onesimus， 这个就是外邦名，毋是希腊毋是希伯来人犹太人的名吼。你若看到有啥物mus 的，迄就是拢迄个罗马人的迄种名啦。是毋是拉丁吼？你像讲比拉多叫做比拉图斯，共款的迄个。牧师就是一款，那个在一款足球教练，头毛话迄个是牧师。我想到这个牧师。好，咱若会当亲像拄则David咧讲回应问安尼，有即种的下面的心吼，这就是足无简单啦。毋过伫教会安尼，伫当时的社会，敢有可能讲路咧当改变做毋是路咧？无可能啊！无可能啊！干那可能伫这教会内底啦。你会使，因为伊是你的财产，你会使要甲放毋甲放，伊有这个制度啦。但是讲你要全面性的去废除奴隶制度，迄是足困难啦。你莫讲罗马时代啦，就咱咧讲伫美洲的黑奴，咱咧讲迄个Amazing Grace 迄个作者，伊是经历着贩卖黑奴，迄足长的时间才有法度去打破遐物件。是毋是咱咧讲伫较20世纪
伫南非的独立运动来讲，无白人统治南非足长的时间，啊，南非的黑人伊无有甲白人共款的权利，嘛是用足长的时间去甲拍破的，无遐尔简单啦。哥罗西书第4章吼，咱会当小并一下吼。哥罗西书第4章第9节有提到阿尼西姆的代志。我又打发一个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的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所以伊有受册去做服侍的时间啦，嘿，若用安尼来做佐证来看时，伊是有受到腓利门的赦免啦，吼，甲恢复伊的自由心啦，吼。你若看这第4章第1节，就咧讲到迄个对待奴仆的迄个角度，吼。我想是安尼西姆就一个足好的见证安尼。还有无？我只读一个问题啦吼，你阵啊迄个，伊只一个默想的问题啦吼，伊讲，敢才有人得罪我，甲我今仔日还阁感觉受伤，不愿与对方见面吗？但是如果有，当对方有机会与我见面时，我准备与他见面吗？面对吗？那如果不要，为什么不要？如果要，为什么要？我讲出来，我讲出来。听无啥有？哦，听无啥有？假使有人得罪我啦吼，甲你即摆个着，即个即摆个受，咱个即摆个有感觉有受伤嘛吼，你无爱和对方见面嘛，无和对方见面嘛，假使对方也想要和你见面的时阵，你敢要和伊见面啦？你若无是啥物原因，若毋是啥物原因？继续要想伊，就无要见面啦。来原谅伊啊，都见面啦，对吧？
裁判官都爱裁判。裁判官。是。啊，除了有迄落学习会例问以外，咱伫遮内底敢有啥物应用？大家有想到讲有啥物应用伫咱的迄个身躯顶诶？我是感觉菲律宾来讲，我感觉是真伟大的。嗯。可能嘛会当是迄个安尼西姆吼，做了毋对啊，是安怎？无论佮足凄惨啊，安怎？回头是岸。安尼西姆是。菲律宾是头家啦。但是安尼西姆伊是足好运的，还去拄着保罗啊。对啦。迄嘛是上帝意思啊。嗯。上帝要甲拣。毋过我撞着足侪人吼，有足侪代志拢会看袂开呢，所以你若来读这篇的时阵，感觉讲迄个做奴隶做头走路用掠去定罪还是处死刑的，到尾也都会当变甲安尼，所以也无啥物好讲安尼对啊，烦恼还是安怎？你会当看讲上帝迄个安排足奇妙啦，拄则伊咧讲，咱有法度想象讲一个做奴隶有法度对哥罗西吼，一路走到对保罗去用关家的即个罗马去吼，去到遐佫去甲保罗关做伙吼，伊大概是记载伫迄个使徒行传第28章迄个所在，保罗吼。伊得到允准去到其他的阿兵哥住伫别位啊所在，毋是正式的即个监狱内底。然后因才甲安尼西姆甲伊囥斗阵去甲服侍安尼啦吼。所以伫迄个所在，因才有迄个机会伫遐生活斗阵传福音吼。所以这是足奇妙的一个做法啦吼。你安尼一路走，可能爱用几啊个月的时间才会走会当。迄个罗马去，你想讲，你伫咧大城市内底，人较毋知影，吼，结果嘛是去互掠着，掠着了，佫插拄砍去甲保罗关做伙，吼，伫迄个所在，然后信主，吼，佫甲送倒转去，这我想伊安怎想都想袂到诶代志啊。我头拄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到底安尼西姆甲保罗？伊个关系是遐尼，尤其我对安尼安尼做伙安尼一段时间，也是安尼人遐尼亲密啦。我是讲会当讲变做有会当讲变做有即个即个两个关系，当变得遐尼好，会当个保罗，会当个要甲送倒去。写迄个真牛配去菲律宾，对无？菲律宾敢有即个较大诶现象，要甲接纳嘛？是讲，当然圣经一章了，无记啥物，无记讲啥物代志啦吼。但是我是感觉，伫咱诶想讲是有啥物会当互因两个有真正遐尼好诶关系，会当互保罗听做甲遮大诶代志。
伊就是传上一体。伫圣经的中间，保罗有请2个人做囝啦。对啊。菲利门是一个，菲利门也是个，阿尼西姆是一个吼，另外是一个提摩太。所以你会当看伊讲，伊是引出伊信主伫信仰顶悬，伊家己当做囝儿安尼咧款待，安尼咧甲疼吼。用即种的疼，伊有一个确信伫迄个顶吼。我想这是这咱无法度想象，但是事实上，这介正常啦吼。是讲伫迄个时代，特别是讲因伫遐个拢住斗阵伫迄个感觉迄内底吼，伫遐来学习。所以伊伫第10节咧讲，伊伫感觉的时阵做灵性的老爸吼。英语的 NIV 的即个写法是讲I appeal to you for my son Onesimus, who became my son while I was in chains. 所以伊伫迄个所在就讲，伊是关做伙，连做伙，伫迄个所在做伙生活，伫遐，然后较产生迄种信仰顶悬的关系吼。我想咱要哪讲伊有偌长的时间，也是讲偌短的时间，要安怎改变？咱真困难啦。你若是讲用保罗本身做例来讲，伊伫咧往大马色的路上，若圣经的记载搁较短，对无？天顶一个闪一个了后，伊就昏去啊，目睭看袂着人甲医治，人甲帮赞了后，伊就起来就开始做一个迄个上帝传福音传。搁活福音的一个勇士吼，咱嘛足困难去想象的代志啦吼。像迄当阵吼，人信主的时阵，比如说保罗伫咧监狱内底甲伊传福音吼，是讲因看到保罗伊家己就是一个见证安尼，伊遮尔疼主，搁对耶稣。遮尔有信心，检测嘛是伊的，有可能是伊的行动，是伊的做人，互人去看到讲，原来伊所信的是遮尔有气力的。所以我咧想讲，迄当阵若接受要信主的人，所以保罗就行洗礼是不是那时候就要换去，还是洗礼就变成基督徒？以前亲像耶稣咧讲道，是讲比着因到尾讲道，几落千人就信主，嘛是一个一个爱洗礼。无啦，我想迄个时阵，迄种的水的洗礼，迄种的礼仪，咱来讲，即摆的礼仪伫迄个时阵，拢还袂介有成熟的形式啦，你也注意甲看伫迄个新约的福音书以外，对使徒行传。你注意甲看，差不多教会的体制礼仪，拢保罗制定起来。若是讲，是咧，无是咧，还无讲了。对，所以差不多大概伫11世纪以后，慢慢伫教会礼仪的部分才开始形成。正式教会有一个足有体制的礼仪是到。伫第4世纪主后300几冬，罗马正式接纳基督教做国教了后，才浮上台面，开始有体制，迄就足清楚的无迄阵罗马咧压迫的时，教会基督徒使徒定定拢嘛爱避掉的，四界走所以，比如讲，咱若咧共传福音，是讲有当时咱，比如讲拄好有一个机会，咱共传福音，嘛带人做决志。毋拄咱带人做决志的时阵，检测到迄个所在，伊无法度算讲是基督徒，咱一定爱经过洗礼才是。咱即马，来，若照耶稣的交代啦吼。
讲你爱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我的名内面嘛，吼。啊，这个归伫我的名内面，其实是咧讲着教会嘛，吼。所以用安尼基础来讲，就是讲咱真望一个人伊，讲我是基督徒的时阵，是有一个足正式的礼仪，讲我要加入教会啦。当然，你会当用迄种。你家己劝免了，互伊来宣告吼，啊，互伊来决志，啊，迄个是一个第一个阶段啦。那正式伫加入教会的体制内底的时阵，咱嘛望伊会当照着耶稣的交代，恁去帮着招万百姓，照着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啊，将我互因的教导拢甲因教示。用这个做基础，了伫罗马书保罗嘛有讲着讲，得救是啥物呢？得救是迄个心内相信，迄叫决志。来，啊，搁来咧，嘴爱承认，洗礼是一个在公众的承认。你了解无？吼，迄个决志是心内相信。所以有这人讲，啊，我相信得啊，我就当得救啊，我毋免洗礼啦。啊是讲，我要反问的是讲，啊你是咧行洗礼行啦，对不对啊？吼，啊你若种伫教会内底，咱有一只的礼仪，你要加入一个教会，有的人嘛讲啊，我伫厝诶，你啊特别是咱即摆可能电脑用 online 对无？啊伫过去诶迄个第一个用电视转播礼拜，全世界播放诶，就是水晶教堂啊。了后台湾就是 Good TV 啊。有一寡人来讲啊，我毋免去做礼拜，我伫厝里嘛咧敬拜上帝。敬拜上帝毋是人甲人的关，人甲上帝关系尔，啊，佫有人甲人的关系啊。所以叫做教会生活嘛。所以加入教会是一个基督徒去宣告讲我是基督徒，足重要的一个安尼讲印证也好啦吼，也是讲迄个公开承认我的信仰的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关键。了解。当然，比如讲有一些特例，比如讲啊，我着即摆我的朋友的亲人伫病院内底伫要过往啊，啊牧师嘛无伫个，啊教会嘛无长老会当来，啊咱去咱的店甲宣告无？我想会使啦。特殊的情况，我相信这个没有违反信仰啦，吼。伫迄个时阵，咱讲的拯救灵魂较重要。但是讲你若一个好好的人，咱是望伊有一个伊的信仰是有加入教会生活，而不是只有看电视的那种信仰。等下你教。来，伫慧玲问的这本册内底，佫有啥物话会通互咱来学习的无？差不多。我毋知咱有去发现无？保罗吼咧做一项伊的教导的实践啦。伊讲吼，你要尊重在位的，你要尊重那个制度的。啊，伫这个腓利门书内底，在位的是谁？腓利门嘛，他是主人嘛。所以伊要互阿尼西姆去得到自由吼，伊要尊重那个在位的。但是毋是讲在位的怎么做都可以，伊嘛伫迄个所在爱用信用去实践，爱打破他在位的。我讲哦，你若讲用在位，保罗嘛是在位啊，哇！我是甲你洗礼，引带你信主的，所以你腓利门一定要听我的。伊嘛无安尼讲啊，哦，伊嘛无安尼讲，伊嘛是用安尼用劝勉的方式、提醒的方式，互伊来愿意顺服吼。所以，你顺服甲伫信用的实践没有冲突啦，可以做得更好。我有一个问题啊。
毋是做，可能毋是做 smart 的问题啦，但是我真正问啦，你想安尼生要倒去菲律宾的所在，菲律宾的时阵，迄时，伊敢会受到刑罚？会伊真有可能拄入去的时候，去互掠去关啊，然后菲律宾才直接判批，真有可能啦，是甲他关的，会变胖。关紧闭。我感觉保罗写这张批是变做是那时候离咱教会内底体制来的这个会批嘛。啊来讲，真正讲咧体制外的时阵，讲真正讲，假使咱从即摆来想啦，以前的社会，这个都毋知啥，我是无讲做清楚，但是讲像即摆来讲啊，伊甲我投递物啊，伊遮一寡遮个问题敢要解决，还是讲倒个就讲伊会当甲伊虽然接受伊听保罗讲的，就当甲伊。就是讲，虽然伊有改变啦，虽然伊照保罗讲，伊是一个改变，是一个伊的兄弟，伊是伊的囝，伊的灵性上是伊的灵性上的囝来讲，但是伊对甲伊原来的所在是伊感觉还个面对着遮的法律上的遮个问题啦，这是。菲律宾可能伊有伊的家规，伊若做要家法伺候。跪算盘。我颠倒想讲，拢无处罚伊，因为安尼西某我感伊真巧，所以讲伊就先摕杯安尼入去，啊，互伊看跪伫遐看了，啊，伊爱看了，伊就讲哦，我袂当甲，我爱遮尔听。保罗了，学你讲伊偌有大听，学到甲安尼飘飘然安尼吼。好，吼。安尼题目真巧哦。对啊，因为伊想说，要来讲，我非池中之物啦，哈。啊，伊就评断啊，做这我要做，我的人生毋是要做奴隶，哈。啊，我就是要计划要出去，啊，我就咧。想讲啊，我做奴隶做到用要死，嘛是要个奴隶，我的人生不是这样子，那可能就是计划讲说，不一样的生活，他不甘不愿意做奴隶，对伊在计划逃走，无管我无愿意做奴，所以讲伊才懒惰偷懒不愿意做工作这个就是说，这个人本身这有理想，有他的想法，不是讲一般的讲，努力嘛有伊的想法，是看伊要做就爱做的呢。我是安尼想，所以讲我感觉伊是有头脑的努力。对有智慧的那个。有聪明啊，无得开始对。是我的想法。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啦，吼。那用当初时的制度来讲，大家拢知影讲。逃走的奴隶爱判死刑嘛？啊，当菲律宾看到安尼西姆转去的时，伊敢会感觉足奇怪吗？伊敢会感觉足着惊吗？这个人哪毋惊死，佮走转来？对啊，所以讲伊佫摕一张批。咱会当去看《路加福音》第10章咧讲到迄个浪子的代志。是讲浪子，伊当初是要转去时，伊嘛会惊啊。伊就伫遐吼。内底想几若摆，我要甲天顶的爸讲，甲我的老爸讲，我得罪天，佮得罪你啊，安怎？想的了，较有行动嘛吼。伊的老爸已经伫门口咧接待伊，因为伊老爸足期待伊转来，足期待伊转来。我毋知影菲律宾是毋是有即个心态啦？是我想伊可能较袂亲像迄个老爸形容，亲像天爸迄种的咧等待迄个放荡囝转来。检查伊会想讲，我开遮侪钱买奴才吼，走去毋知会转来袂？无得个有这种心态，也不一定啦，也不一定。我想，
保罗吼，那安尼西要转去时，保罗有小甲教讲啊，按我啦，安怎做？冇可能啊！对，伊保罗则巧，更较巧的人。伫主后100几年的时阵，有一个主教叫做，嘛是叫做安尼西姆啦吼。但是是毋是共人吼，其实无介有证据，通去讲伊是毋是迄个人安尼啦。嘿。那是迄个时代的主后107年。若照圣经的记载，这个安尼西姆可能大概六七十岁安尼啦。60年到40岁，冇问题吼。所以毋知啦吼，有可能啦吼，有可能。我想，咱若免看遐远来讲，检测看较近的来讲，伫美国的迄阵啊有乌人，即落嚟即问题时阵，我想嘛是足侪，应该足侪即个例啊，有人检测有人逃走嘛，走。啊，我想我应该是真侪菲律宾啊。有啊，有。应该嘛是有遮对嘛吼，你想？我有看真侪故事，册咧写讲，伊的主人对待伊吼，那亲像家己厝里的人共款吼，是毋是讲到落尾伊无搁继续做因的奴仆奴隶，伊搁对伊的主人的囡仔吼，迄个关系搁好甲那亲像家己厝里的人，嘛有种例啦。但是以整个来讲，整个的制度来讲，是对黑人是足不利啦。这咱需要去面对的代志啦。咱知影迄个嘉英汽车吼，嗯。嘉英汽车伊迄个 manager Charlie 吼，伊迄当阵嘉英拄开始了，伊就迄个 Charlie manager 伊就请伊嘛吼。到尾啊，伊个 Charlie 因太太是一个学校的校长，拢感觉讲，你毋免一世人拢咧替人做伙吼，伊就家己鼓励，即个 Charlie 就家己出去开一个修理厂哦，修车厂。啊，迄当阵就是，比如讲，伊今仔就讲，哦，老板，我明天不来了，伊就安尼，过顿工就走啊。啊，伊就去开一个，另外去开一个汽车修理厂。啊，甲因甲保证，甲头家是气甲有要死安尼。结果吼，伊即个修理厂吼，就无生理嘛，因为伊做 manager， 伊也毋是讲专门会晓修理车，所以伊迄间店无偌久就收起来。结果嘉英甲保证，佫去请人去请伊转来，嘛佫继续做这 manager。嘿，无简单。嘿，无简单啊！伊迄当阵我伫遐咧上班嘛，我就感觉讲，哦，这头家甲头家娘真有量啦。嘿，伊当然伊家己出去开店的时阵，伊家己伊是人啊，伊嘛会感觉真生气。啊，到尾啊，伊失败，拢关起来了。因就想，伊嘛是佫去请伊转来。啊，就做到即阵啊，即摆还佫咧做。伊也无甲拍啊。我着嘛无甲写批吼。嘿啊，伊嘛无接到保罗的批。牧师啊，保罗有洗礼无？啊？圣经内底写保罗洗礼无？保罗圣经是无写伊有洗礼无啦，不过就是讲伊伫上帝有找这圣徒去甲帮赞吼，伫迄中间有得到帮赞甲教示啦吼，
你若要讲洗礼吼，去互光照着迄个时阵，应该是算基督甲洗啊啦，吼，洗甲足金死死安尼啊。洗甲目睭无看。洗目睭糊起来。就是保罗迄阵迄个安那利亚有去共换手啊嘛。对，伊去甲祈祷啦，因为圣神甲伊讲，你爱去找迄个人甲伊祈祷啦。是啊，伊像伊遮毋知咱有看到。嘿。对，没错。要9点吗？差不多，今日咱的分享袂歹，真好。今仔日较踊跃，安尼才有意思。要食阿mam要食嘛？你还袂食哦？食宵夜，食宵夜。主席，你知影这是啥？有你较价。要食宵夜配饭最好食。啊，要配糜。你去民族也买着啊？对。我一摆去拢买3罐。哦。我即摆无啊啦。伊当初阮婆拢咧食迄真好呢，迄真好食呢。你是安怎？你要互我看有食无安尼？对。简单个呢？对。是，全工爬来要甲你食的。要讲。你要共城嘛？城迄个较好食诶。是足好食，你毋知？讲话歹。那你无你无食，我叫对比看者。我以为我食牛肉面。你有面？即摆我是介高城诶。哦，包啊。介用台南城诶。系啊。阮某即摆在煮迄卤迄牛肉啦，牛肉汤啦。你真正还袂食饭哦？阮某都无闲在煮卤牛肉，要摕去互孙食，所以这红就无重要啊。